若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议员应小薇、应小薇，才拄啊来高票当选，就卡到贿选。检调接到情报，应小薇今年的10月，甲网架花岗里的里长的落选人杨华忠，伫台北市一间真出名的餐厅，请10外个地方的条仔卡甲选民食饭。杨华忠阁来话讲，投我1票，帮应小薇丢10票。那应小薇昨红移送地检署的时阵，是来强调讲，伊绝对无违法，讲这是一场选举的恩怨。到尾应小薇是无报请回，那杨华忠是以15万来交保。我个人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，但是对于选举恩怨造成的一些司法的浪费，我觉得有点遗憾。蒋主席讲家己冤枉哦，才打高票当选的市议员殷晓培，牵涉到贿选，经过北检2点钟复讯，尾也无报请动去。绝对不会处罚。然后我个人觉得选举完就是有一些恶意的人。不过去调查，敢若就是因为今年10月伫咧这间中正区有名的海鲜餐厅食饭，迄天开5道，有叫龙虾咖喱、招牌佛跳墙，拢总12项青草的来招待选民。有坐来食的包括殷晓培和网架区花岗里里长落选人杨华忠，伊个大声喊投我1票，就是替殷晓培有10票。您的电话将直接到语音信箱。较互杨华忠伊无接，伊本人以15万块交保。调查局调查出，迄天杨华忠做中人，找10外地方条卡和选民参加，尾也是甲殷晓培的助理联络，互殡葬业者的女职员到处倒钱。不过殷晓培讲，迄天行程是助理安排，伊只是去走行程尔。是我要非常谢谢检察官。不过殷晓培从上到北京时穿的牛仔裤，互大家拢伫咧金上，真欲甲看破过的空，互网友口说天气遮尔冷，佮穿遮尔破的裤出门，议员敢有遮尔瘦？这摆敢有真正牵涉到贿选，或者是互创立检举，检调会阁继续调查厘清。